欢迎大家收看初級认证考试口语表达的考试策略。在初级认证当中，口语测验、口语表达的题型是初级认证考生觉得比较难以掌握的，所以我们在口语表达考试的时候，最好呢根据题目音档以及文字的指示，用客语来回答问题。开始作答的时候会提示呛飞到，回答的时间只有20秒，需要充分利用时间来作答。如果只是照着念题目文字，就不算分数哦。本课程以基础级及初级的题库题目为例，整合了4种实用的客语句型，协助考生来应考。